好多老友咧都同我講，喂阿卓，你介紹嗰啲朗姆酒咧，特別高脂類嗰啲過癮係過癮啊！真係好重口味喎。佢唔係普通重喎，嗰陣之類，一打開已經係將我西手咗，真係搞唔掂。有冇啲入門少少㗎？我就唔要嗰啲歐洲大陸熟成嗰啲喎，我要嘅係既要係南美熟成嘅，嗰種感覺咧有帶少少水果嘅，有冇咁樣？梗係有啦。咁喺2023年嘅時候咧，我就包咗一桶酒俾大家望下先。Ten Can Out 靚唔靚呢個？好開心奔放嘅一個南美女孩嘅跳舞標啊！我自己咧就包咗5款嘅朗姆酒嘅。第一款咧係古巴女孩啦，第二、第三款咧係 SPD 同埋 TDL 啦。咁嗰2款係秒售賣得最快。第4、第5款咧就包括有甘蔗女孩同埋呢一個開心嘅跳舞女孩嘅。咁呢款酒咧有咩特別咧？呢款酒係用咗現時最出名嘅 TDL 嘅酒廠啦。不過咧佢用佢入邊嘅其中一個產線，呢個產線已經冇咗嘅，叫 Ten Can。用翻廣東話講就係10支甘蔗嘅意思。呢一條副線啊，當時嘅時候咧係為咗做南美市場嘅，10條甘蔗就做1支朗姆，係咁樣去改佢嘅名嘅。咁 Ten Can 同 TDL 嘅主線有咩唔同咧？佢最大嘅唔同就係咧，佢更加容易飲，因為佢當時咧係想主打翻一個大眾市場㗎。好啦，就好似我依家呢一支啦，因為 Ten Can 仲有咩有問題嘅就係咩咧？就係佢打北美市場嘅時候咧，遭到滑鐵盧啊，發現監掂冇人要啊。咁冇辦法啦，成條副線就 stop 咗啦，然後啲庫存咧就賣咗俾咩？賣俾桶商啦。咁呢桶酒2012年嘅時候蒸餾啦，2023年嘅時候裝，11年啦，53.7度，淨係睇個度數就已經感受到啦。其實佢有半段時間係歐洲大陸熟成嘅，有半段時間係喺南美洲熟成嘅，導致到咧佢風味非常之平衡。佢既擁有南美洲嘅豐富嘅果韻啦，亦擁有歐洲大陸嘅嗰種我哋叫好濕塗啦、好微妙、好謙虛、內斂嘅風味。你聞落去咧，佢帶有少少茶感喺度嘅，中等嘅水果調出嚟，唉，好正好正好正，飲翻啖先。呢啲咪叫做微妙，佢嘅茶韻就好似我飲 whisky 一樣，好有 body 嘅。然後入邊你越咀嚼佢咧，佢啲果韻會出嚟㗎。加埋呢啲酒咧，開咗一段時間啦，有機溶劑味道已經散晒啦。哇，飲落去又甜香啦，又有茶韻啦，好奔放，好正。如果你想入門朗姆啦，你想知道有幾好飲啦，你可以快啲揾我睇下係咪你嘅 favorite 啦。OK，下次有咩好酒再同你分享，拜拜。